埋佢，唔好唔包。死啊！ Hello， 宝子们，今天又是大家想看的卢总哭泣系列，看完记得扣一波，哈哈哈！致敬我们可爱的卢总。第一把，北风是鬼。行出自己條路喎。冇啊。迅速听牌啦，147条。 哈哈哈哈！前一秒嘴硬，下一秒爆头，喜提杠爆159的马，服了！硬硬的卢总才中了一个马，他全包，给我30分的。连着的第二把，对家被杠爆买的老板装。这把也是北风鬼。 真係好中意聽到呢句話，你唔好唔講，你講親我都爆啊！你真係輸到。好。OK， 又是下叫14条。包埋佢，唔好唔包。救命啊！全场失控了已经，怎么可以这么搞笑？ 这把开10个马，看377吸发财。一个字，绝！烦哦，这个马是被卢总下了毒吗？虽然马一言难尽，但是真的气氛拉满了。卢总果然是大家的开心果。还是连着的第3把，对家继续老板装，一桶是鬼。哇！真係做個頭氣痛啊我。 漂亮，碰个进个听牌了。听牌啦，一个卡2条。再嚟啊！转个对碰。 哈哈哈！下家喜提4鬼，卢总4眼发飞，下家看4位马，服了！这波下家一个马都没有，每家给5分的。这3把卢总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第4把5条是鬼，冇彩冇打啫。西风跟上了，收1分。 现在碰个进个可以听牌了，白板是个后队。俾翻4手我。冇得走。 碰了拖牌，拖3桶。我隻 M 記啊，仲有張。一条大声张啊，有点慌，转拖1条吧。好好好，这个更生7条断了，9条一个不见。相比之下，1条更安全，拖9条算了。
9條怎麼都不會打的了。唔敢衝下啦，唔衝，包唔衝啊！ 6條自摸，哈哈，9條果然要出事，打給盧總他就槓爆了，這把中2也開心啊，逃過一劫。第5把西風是鬼，同我哋打我啊個頭啊！佢因為見你啊嘛，咁都唔明。還想跟打東風的，結果又摸後隊，靚啊！選了聽對碰和卡龍。 立馬拿下，美加6分的。最後一把南風是鬼，哈哈哈，妥妥的大冤種。唔到喎，真係啊！啊，4，哇，靚到啊！呢隻牌。 這裡留下8桶靠張吧。差點想把鬼打出去，現在鬼拖8桶。哎呀媽呀，腦瓜疼！天呐，好慌！幸好沒爆。這個時候打5條，糾結啊！還好忍住了，好毒呀！ 美加6分的點讚接好運啦，寶子們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嚟2斤，俾大家睇下我超級抌心口嘅局。第一盤反一筒係鬼，見到未？起手3隻鬼，我覺得今鋪係實食冇黐牙嘅喎。咁而家已經係叫緊對碰同埋拖緊2、3熟噶啦。 嗱，摸隻1索呢，我就已經自摸咗噶啦，但係我貪心，諗住大家都係打咗2隻牌，想遊下4隻鬼，4隻鬼當鋼爆噶喎，遊2圈都唔算過分啦。點知好啦，呢盤自己抵死，嚟睇下第2鋪，反一7索8索係鬼。 起手有2隻，好可惜啊！差1隻就天胡啦。唔敢玩啦，費事又俾人截胡。159東中2隻，第3鋪。 反8筒9筒係鬼，起晒1隻，又係好齊張嘅上手牌。靚啊，罰條靚魚。咁依家叫胡3個對碰。 碰咗隻1索，咁而家拖5筒，上家靚槓啊！159東中1隻，好，最尾一盤，
反紅中發財係鬼，起手一隻。碰咗隻紅中，而家叫對碰同埋六九索。咁依家拖牌拖七索，好順順利利啊，又係一唔夠東，中3隻，每位8粒。點讚至好運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俾大家睇下我俾人降爆嘅慘局，今次真係老貓燒鬚啊！嚟睇下第一局，反4筒，5筒係鬼，起手冇鬼嘅，而且啲牌好碎啊！基本上牌唔好嘅時候呢，我都會跟住牌面打。盡量唔衝3張。好，咁呢度碰咗隻1筒，咁我就打咗3筒啦，因為5筒係鬼，點知俾上家降咗，然後佢就降爆咗啦，慘不忍睹啊！真係。咁我呢盤包3家要俾佢60粒。好啦，收拾心情，嚟睇下第二鋪，繼續係撿4筒，5筒係鬼。再摸多隻鬼返嚟，咁依家叫胡啦，叫1、2、4、5索加5、8筒。點知單調隻7索食咗咯。3家都打我要嘅牌，對家仲碰埋我這1索，好彩摸到隻5索咋，2、6藍紅中中3隻，每位8粒。嚟睇下第3盤。你而家表現得好開心至係嘅。反隻4索，5索係鬼，起手冇鬼啊，仲要求。又衰唔晒喎，第一張摸鬼。死摸番薯喎，終於打得晒啦！咁而家叉叉地都叫住先啦，叫5、8筒同埋鬼。摸隻4筒返嚟呢，我呢度係揀咗叫1、4、5、6、9筒加2、5索嘅。
摸隻三筒就可以叫23569筒，諗到我頭都大埋啊！後尾都係堅持咗。好彩打咗隻三筒俾對家碰啫，如果唔係呢隻6筒都摸唔到啦。好，400筆，仲2隻，每位6粒。好啦，嚟睇最尾一盤，反二索，3索係鬼。又摸條魚返嚟，即係而家係我親，即係佢親我。我爭你一啦，俾咗你㗎，咁你都俾咗一個。咪就爭你一咯，啱咯。上家打咗隻8索，算啦唔碰啦，等入隻叫戶啦。上家衝咗隻9筒俾對家降咗，然後佢又降爆咗。咁呢盤係我嘅莊，對家睇3、7西嘅馬中咗3隻，上家又輸返60粒出去。
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嚟4集連播。咁琴日條視頻呢，好多人都話我哋打啲牌好假啊，程序機啊咁樣，話邊有咁好牌啊，邊有咁容易食到糊啊，鋪鋪都有鬼，各種嘅聲音。咁其實好似我哋打呢啲去萬子嘅，得100張牌，經常上手叫糊或者上手食糊呢啲都係好常有嘅事。我自己錄嘅每一個素材基本上都係分半鐘就結束啦，所以你話我哋嘅牌局係幾快？可以講食糊真係快過印錢。咁我嘅素材當然係想俾大家睇下我食糊噶啦，咁我唔食糊嗰啲唔通我條條都擺出嚟咩？所以呢，覺得假嘅朋友呢，請你繞路吧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嚟睇翻手牌。咁上手唔係好靚，加上冇鬼，咁而家湊到全部都係對子，叫緊對碰啦。我頭先係咪解咗5、7筒啊？不過算啦，其實俾我而家再揀多一次，我都係會揀對碰。哇，上家靚碰啊，無鬼正張，睇5動馬，2、6藍，一隻都唔中。好，咁繼續嚟睇下第2鋪，反6筒7筒係鬼，起手已經有2隻鬼啦。入隻靚卡窿，咁而家叫卡窿3索，1、2筒對碰加3、6筒，碰埋呢隻1筒，咁而家就拖4索啦。咁順利拖牌應該食得出啩？唔轉啦。點知上家反手就趕咗隻3筒。然後對家又碰埋隻5索，斷晒我啲財路啊！摸到咁後都摸唔到，咁我換隻拖下啦，拖隻8索。摸穿啊，都未摸到，最尾一次機會啦。好啦，冇機會啦，浪費咗2隻鬼。咁嚟睇下第3鋪，反8筒9筒係鬼，起手都係2隻。碰隻筆，咁而家叫住糊先，2、5、7索加6筒。咁呢度摸到5筒就轉一轉啦，要4、7筒加2、3、5、6索。對家碰咗隻2索，好啦，咁我呢度又選擇咗轉一轉，而家叫4、5、7、8索加4、7筒，個個都摸到，算你啦，引到返嚟。
二六藍紅中中兩隻，每位6粒。好啦，嚟睇最尾一盤，反一同二同係鬼，起手一隻，上手仲有條魚。早着呢。太多對啦，咁我呢度拆咗4索，依家碰隻入隻都可以叫糊。好，降隻西先，又摸多條魚返嚟，咁而家叫糊6九同3六索，碰得靚啊！又係2六藍，又係低燒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應該好多朋友仔都居家辦公啦吧？疫情越嚟越嚴重啦，記得要保護好自己。我哋已經唔俾落樓啦，咁最近就發啲庫存啦。等疫情過後，我哋再大殺三方。好啦，嚟睇第一盤，反7索8索係鬼，起手冇鬼。上家漏隻鬼落嚟，叫糊冇辦法，衝咗隻西俾上家降咗，好彩冇俾佢降爆啫，仲引到隻卡窿返嚟，48筆中兩隻，每位6粒。繼續嚟睇第二鋪，反9同1同係鬼，起手一隻。第一張入隻卡窿，摸多隻鬼返嚟，入多隻靚卡窿，咁而家叫糊啦，2 5 6 9同加卡窿4索。我隻9索返嚟可以叫3 6 9索4 7索嘅，但係9索未見過，可能有人揸住，咁我都係繼續求2 5同眼加4 7索啦。咁依家摸對眼返嚟就可以拖牌，咁就衝9索拖童子啦。又準備摸穿啦，終於食啦，1 5 9東，一隻都冇。嚟睇第三鋪，反7同8同係鬼，起手一隻。依家碰多隻就可以叫糊啦。好，自己摸返嚟。咁而家叫糊對碰加3 6索，碰埋隻8索。咁而家3到7索都可以食嘅。
雀仔都可以。二綠藍紅中，終於中馬啦，每位10粒。好啦，最尾一盤。反隻東，藍係鬼，起手2隻。咁而家叫好多飛啦，1索8索，2、3、4、6筒都可以食，碰埋隻1索，咁而家吊鬼啦。好，安全食出，4、8筆，1隻都冇。